好，搁再提醒咱观众朋友，历代性格企业的中心下暗对花莲这搭入来到咱台湾，气象署发布强风特报甲大雨特报，东半部地区甲嘉义以南，也有山区就要注意大水雨。也偌人接遭风台，国家教育研究院正咧做新书对译计划，这个计划要先针对风台提出台语翻译的原则，希望会当提供给媒体甲社会大众来参考。 今年第一粒风台蝴蝶，气象署表示已经对中国海南岛的风向区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台湾办事各地天气也是不稳定，因为伫台湾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指出，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暗时伊的中心会对花莲这带入来，东半部嘉义以南也有山区都要注意大水雨。气象署讲，要到后礼拜四天气才会转好。那今天晚上到14号的清晨这段时间。 都是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必须要防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东半部地区还有嘉义以南的地区是特别容易会有这种短延时强降雨，还有各地的山区。 气象署嘛提醒南部的民众，因为拄当大楼沿海恐惊是淹水，昨当时风台的季节，国家教育研究院有针对刷来20个风台名有提出台语翻译的原则。第一个是形译，已经有汉字的，也是台语读起来袂差介多的，亲像白鹿就通直接读台语。第二是音译，像泰国话尾拍通读外音尾拍。最后一个是记忆，亲像越南话的竹节草通翻做有台语开的竹目草。竹竹节嘛，吼，咱台语叫做竹目。 吼，咱是毋是家己翻译做竹目草？吼，这嘛原来是一种方式。是安怎后来最后是用竹节草咧？主要就是我上头先的时阵讲的，因为这是风台，风台的资讯吼需要准确，而且伊时间真短吼，所以阮会尽量拢莫采用语译。 就是伊的意思去翻译吼。对时代的变化，台语定会有翻译的需求。国教院嘛当在做新书对译的计划，上紧拍算今年底会公布一批专有名词的翻译，亲像国家名也是首都名等等。未来嘛会对课纲内底物理、艺术等等无共领域去处理，希望促进台语的现代化，嘛互台语的翻译通有家己的主体性。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